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信。九運咧就旺科技同精神文明。咁而家最熱門嘅科技一定係人工智能 AI， 精神文明咧又唔少得玄學喎。咁所以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咁用 AI 解籤得唔得呢？咁仲會用一個解籤實例啊，試下用2款 AI 去解。咁睇下效果咧係點樣？咁最後咧仲會係分享我嘅睇法啦。用電腦解籤得唔得？幾十年前咧，中信就試過。咁當時電腦嘅記憶容量咧叫做夠用而 AI 咧已經發明咗㗎啦。只不過係未發展啫。咁用嚟輔助揾資料咧係冇問題嘅。咁但係真係靠佢解咧就唔係好掂。咁時至今日，AI 喺聯想同埋構想方面咧進步咗好多，咁理論嘅應用咧已經到咗可以參考嘅水平。咁隨住科技進步咧，我相信 AI 意識甚至會局部實現。咁但係同人比咧，仲有一個好大嘅鴻溝，咁就係靈性啦。靈性咧係生命體獨有。咁睇唔到短期內 AI 電腦咧有生命嘅可能。不論係求籤或者解籤，都需要一定唔同嘅靈性。比如求籤時，人咧要誠心相信，先可以咧天人感應得到神靈嘅賜示。咁解籤嘅人呢，除咗根據支籤嘅故事同籤文，仲要捉機咁去解讀，即係忽然復至心靈，覺得要咁樣解。如果只係解字面嘅意思，或者隻字都解，甚至認為上籤一定好，下籤咧就必定唔好。咁好多時咧就會同次事咧就有偏差。咁唔少人話咧求籤唔準嘅，咁其實咧只係唔識解啫。用一個實例同大家試下。朋友咧大病做完手術，求籤咧就問健康。咁問女祖先師，求到第86籤。古人呢就懷音分別，籤文呢有4句：夕已散堂中，寂寞恐難看。若得從寬，只待一輪月上。呢支籤講嘅係董永同七仙女嘅故事。咁講述董永咧被仙女咧就贖身之後，諗住歡歡喜喜咁就一齊翻屋企去生活啦。咁點知行到槐蔭樹下咧，仙女同董永講：仙凡有別，要翻上天，唔可以同佢一齊生活啦。啱啱做完手術問健康，表面咁解咧，分離係吉象，因為病會離你而去啊嘛。咁但係真正嘅次事咧，係要解籤人捉機諗到咧呢個故事咧係有後續先機送子，即係1年之後咧，同樣槐蔭樹下，咁仙女咧就係俾翻個仔董永，寓意咧就係有手尾咁即係咧個病咧將會復發。大家聽完我解，我哋試下問2款 AI 一齊睇下佢哋解得好唔好。大家睇到啦，我哋首先問下碟仙，佢分咗3段答。第一段咧就係講籤文嘅意象，冇考慮籤嘅故事，咁只係根據4句籤詩咧講佢嘅理解表面嘅意思咧都唔係幾解到。第2段嘅健康建議咧，完全感受到家長式嘅關懷同指導。講俗啲咧就係阿媽為你好除咗用中醫學教你復健連點樣練精氣神都講埋對同錯咧我就唔評論啦。咁第3段咧就講現代醫學光照療法咧都提議埋。咁即係9同8咧都做唔成朋友噶啦。跟住我哋問下郭生，佢分咗4段答。第一段咧就講表面含義，都係集中講4句籤詩，
唔可以話佢完全錯嘅。第二段咧就係逐句講呢個同健康咧去聯想，咁係好嘅嘗試，咁但係結果咧就強差人意啦。第三段咧嘅整體解讀同最後嗰段嘅總結咧，都只係大路嘅建議。嗱，兩款 AI 咧都冇考慮籤嘅故事，咁主要咧都係解籤文嘅表面意思整體上同問題嘅連結咧係薄弱嘅。各三對應問題方面咧係有努力嘅，咁但係結果咧都唔多好。對於承支籤嘅爭議於是病將復發呢，就兩款 AI 都係完全解唔出，咁捉機明面上咧係無跡可尋，甚至同一個問題同一支籤解嘅答案呢都可以唔同嘅，咁所以咧只可以靠靈性去揾答案。問兩款 AI 嘅解籤問題同埋過程嘅截圖咧，我放咗喺 IG，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下嘅。咁大家覺得邊款 AI 解得比較好咧？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咁大家咧仲可以試下其他 AI 嘅。咁問翻同一支籤同一個問題再將結果咧貼喺下邊，咁等大家咧比較下。嗱，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